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哦，真平安。我今仔日演戏哦，为什么请安尼？你演嗯，圣诞节，圣诞节演戏，其演家实，己看的啦。因为今年无法度去看迄表演对无？伫迄个即阵伫国外，即阵伫什么欧洲，所以伫外国，伫外国对。咱今仔日吼上后壁诶是，咱会放迄个布拉格哦，布拉格台语名讲是布布拉格，拉格，同款是布拉格啊。共款布拉格吼，咱会放迄个布拉格诶天文钟互大家看，所以大家一定爱看到最后，袂使走诶吼。今仔日咱要来讲演戏诶代志对无吼？叫做戏边骹，戏边骹徛古人诶。徛古人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较早做布袋戏啊，还是做大戏啊？吼，大戏就是真正人做迄个大戏，啊，布袋戏就是用手架迄红啊。啊，不管什么戏，啊，定定咧做戏，啊，做戏你若迄个上好、上介好看、上介好位置，你占咧，就是讲你定定伫遐徛调调。但是有时候人咧扮仙啊，啥迄较歹看话就走。啊，迄个徛久人诶，就讲迄个上好诶位，迄边较徛久人，迄位就是伊诶啦。毋是咧分讲你诶票，迄无咧买票诶，毋是讲你诶地位较悬，还是讲你年纪较大，还是讲安怎拢毋是啊。迄边较迄位上好诶，徛久人诶。哦，你定定伫遐，就无人敢甲你赶走，因为你本地就伫遐徛。哦，而且就是讲一项代志，你爱有耐心哦，去甲伊继续做，安尼迄项物件就会成功啦。哦，咱叫做恒心啦，吼，叫做有耐心去甲完成一件代志。哦，就是像咱安尼对无吼？咱迄个继续做。对，逐礼拜一下暗拢继续伫遮，无论伫什物国家对无吼？啊，拜一就是阮诶，就是徛久人诶。就是阮系哦，虽然我伫遮是其实是下晡吼，啊来老师还是下夜嘛哦，但是呢，阮拢共款吼，足欢喜会当看观众朋友做伙来讲即个台语哦，所以大家吼有留言互阮，阮顶礼拜拢有看着吼，真欢喜，当看着家己那是啥物徛第一排诶吼，今仔徛第一排是啥物啦？哦，迄边较徛久第一排。第一排就是你迄哦，所以爱继续徛哈。今仔日真精彩哦。迄边较徛久人诶。第一项代志我要来想诶，就是讲出世伫伯利恒城耶稣，圣诞节咱拢知影，就是耶稣出世嘛吼。毋过耶稣出世甲咱有啥物关系咧？伊出世伫以色列遐呢，遐个伯利恒啊，甲咱差足远诶，拢差足远，啊，免啊，甲咱有关系。咱是咧庆祝啥？敢有想即个问题？毋是庆祝圣诞老人吗？毋是啊，是圣诞是耶稣啦，毋是圣诞老人。耶稣若像一出戏，咧演互咱看啦。其实咱家己也是像一出戏，咧演互天使看啦。你演好演歹，你演好人啊，演歹人，随在你演啦。啊，好人诶结局，歹人诶结局，咱拢知影。最后诶结局是啥，拢知影。因为即出戏上帝做导演，已经甲迄个结局写伫圣经内底，咱等者来看就知吼。咱第哥林多前书4章9节迄个所在，咱先来看一段圣经，这是保罗讲诶话。保罗伊伫遐拄着真大诶艰苦，互人甲伊压迫，互人甲伊拍，啊，佮互人掠去关安怎？啊，伊就有一个感慨，伊就想讲，我咧想，保罗家己咧想讲，上帝甲阮遮诶使徒摆伫尾流，摆伫迄个无人爱诶所在啊，无人看会起诶吼，亲像死刑犯，互人拖出来。
那就死刑犯有人透早，互世间天使甲人看即出戏。伊的演员保罗伊家己讲，伊是一个就是一个演员啦。伊所演的是一个犯人啦，特别互拖去杀迄个犯人，死刑的犯人。伊讲当时都要互拖去处死，伊嘛毋知，伊嘛毋惊吼，像伊是咧搬即出戏啊。所以逐个人拢是咧搬戏，互天使甲上帝咧看。上帝耶稣也是搬了出去互咱看。你看马太福音24章13节独独吞忍到落尾，伊会得到救。因为咱行天路会拄着真济，就是讲人生若有拄着真济艰难，毋过你会当吞忍，就是讲忍耐到落尾，才会得救。来希伯来书3章24节。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亲信，坚固到落尾，就有份伫基督。就讲你爱持守，你既然知影基督就是迄个救世主，也就是拯救人对罪脱离罪来成做无罪洗净咱的罪耶稣。你若不是咧军队的基督，耶稣基督，那安尼你就属伊的人若无坚信，当然就毋是啊，就毋是属基督的人啦。路走去对别人。你基督无份，就是意思讲，你甲天国无份，意思咧。即出戏，咱来看咱来看讲，上帝甲咱讲的即出一般的即出戏是安那内容是咧讲啥物？你敢知？咱对哥林多前书也来了解讲，圣经就是一本故事啦，一本册啦。上帝导演伊写出来一本册，伊照一本来演来，导演咱来看第2章，你靠帮你刷过第2章来，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8节所以有记载圣经有记载啦，头一个人亚当，正做有血气的人。落尾亚当将做相属活命的神，咱来先了解即出戏两个主角就是头一个亚当，甲落尾迄个亚当。第一个亚当咱拢知影，创世纪迄个亚当，就是上帝创造用土创造第一个人，伊的名叫亚当。亚当的意思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类啦，头一个人类。真正有血气的人，我即摆在看45章，45章的45节，我在解说45节，因为有人毋知影讲第一个亚当，伊知影第二个亚当是个啥，毋知影。伊讲落尾亚当就是耶稣啦，第一个亚当是用土做，第二个亚当就是上帝用灵来，就是上帝本身啦。相属活命的神来47节，头一个人是对地出是用土做的，第二个是对天顶来，第一个是对地上出，就是讲对土做的啦。第二个是对天顶来，无共款来48节讲，所有地上的人。地上的人，我嘛是地上的人，你嘛是，大家拢是。所有地上的人看好拢甲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人共款。头一个人就是迄个头一个亚当，拢是用土做。安尼亚当伊无听话嘛，毋是讲伊若食迄个毋通食的树仔，伊就的确死。那安尼已经食，就的确死，所以人拢会死啊。大家人拢无法度脱离迄个死，拢会死所有属天的人，嘛甲落尾来迄位天，迄位属天的共款。就是讲，你若伫基督内底有份，基督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迄个第二个亚当，所有属天的人。甲落尾来迄位属天的共款，就是讲
咱就是同款有迄个活命伫咧，属基督。即个而且来说明讲两个人，即两个人就第一个阿当，第二个阿当，你是要做第一个、第二个，逐个人生做拢第一个，拢是。有讲人若要进天国，爱顶头生重生有足侪人毋捌讲重生是啥物意思？敢要个入去老母的腹肚生出来嘛？有人安尼问耶稣，伊讲毋是那是对圣灵来生，圣灵生来讲，你当时受上帝的感动，对神来发出讲我愿意，照圣经所教示来行。安尼的时阵，就讲即款的完全对心来改变，迄款的改变就是顶头生。我无爱个世界，无爱个名声地位，我也无该爱。我要爱的是军队耶稣基督。有迄款的决心的迄一天，就是你的信心伫你的心内做工，你的顶头生属，就变成属基督的人啦。是安尼意思。天顶来了，对啊。对天顶来迄个人。你有迄个人啊无？你有爱看圣经无？你有爱听上帝的话无？你有爱遵探你的意思来行无？若是你有，就是属伫迄个人。若无，当然毋是啊。咱来去看即个剧本开始咧演到来，再下一章后壁迄张。对，就是格林德前书15章51节到58节。51节讲，当我甲恁讲一个奥妙的代志，咱毋是拢会死。即句话真奇怪。毋免拢死哦。人拢会死嘛？为什么讲咱毋是拢会死咧？毋是拢会死？有的人真正无死吼，直接去天顶诶。是有啦，爱较少啦。但是咱伊遮讲的即句话来讲，两个人的代志啊。这是真奥妙的代志，即款代志真奥妙无一定你会信下落去，无一定你会了解。毋过你若有顶头生，你来了解讲，其实人有属肉体的人，甲属灵的人。属肉体当然一定是属亚当的，属灵的人，属基督的，伊是未死。什么话叫死？就讲离开上帝，叫做死。甲上帝伫咧，迄叫做活。迄个灵甲上帝永远伫咧，就永远活，就无死。咱毋是拢会死，有人会死，有人袂。你是属啥人？你是属。咱咧看戏就讲，即个奸臣，迄个忠臣，你是忠的啊奸呢？真是最好来看57节咯。感谢上帝。感谢什么代志？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胜。得胜是要得胜啥？咱前礼拜有讲已经赢过得胜，就讲赢过死亡的权柄。本地人拢会死啊！迄个死已经互耶稣甲赢过，伊对死的人中过活。这是伊赢过的记号。若属伫耶稣的人，也是共款过活。人拢会过活，虽然死，还佫会过活，这是咱的愿望。就是咱的灵魂是永远的活安尼啊。来58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恁着徛好在，毋通摇动，着定尽力为主做工，定尽力的讲，你常常爱尽力为主做工，因为恁知为主辛苦做工一定袂空空。什么话是为主做工呢？毋是讲做大官才会当为主做工，毋是讲你做有力才会当，拢毋是。是上帝互你偌济恩典，你着做遐就好。一个乞食，伊拢逐项拢无，伊原来会当共本做乞食，伊敢会当为主做工，伊嘛是会。伊本着物件，摕淡薄分伊更较可怜的乞食，安尼就够个。因为耶稣有讲伊有讲我有人甲伊问讲我当时你腹肚要互你食，你关工甲你看，你无啥通穿互你穿。耶稣回答伊讲你若行伫
兄弟姊妹内底上卑微的迄个一个，就是做伫我的身上。所以咱为主做工是，大家人拢有法度的啦吼。就是你个无通食温啊，有法度为主做工，就是迄个意思。你若为主做工辛苦，就袂空空。人生有足侪苦难，无毋对啦。毋过你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吼，就是耶稣已经赢过世界。所以相信你的人属伫基督的，就是咱无拢死，咱就永远甲耶稣就是讲灵魂永远会搁活。是，所以咱要永远搁活的秘诀，就是讲，这是奥妙的代志，这是真奥妙。你敢若简单相信，相信就好啦。做安尼就好啊。毋免去拜，毋免传物件，互伊对无吼？但是为主做工，毋是讲趁足侪钱吼，上帝还是奉献对无吼？还是讲，我先等我较有名诶，等我买一栋厝较来，还是等我结婚，等我啥物吼？毋免安尼，咱就是为即问题咱关心别人，就是为主做工。对，观众朋友来听这嘛是为主做工哦，因为恁听了会当去甲你诶朋友分享，安尼会当介绍你即个会晓讲台语，还是伊袂晓讲，你嘛会当介绍讲互伊听对无？安尼嘛是为主做工吼，甲因讲一个啥物？讲一个俗言、俗语，互因知影。伊免徛久人，所以你爱坚持，就是讲你爱坚持。你若今仔日相信基督，就是讲你信上帝写的圣经，你就爱坚持，毋通讲今仔日相信，明仔载搁互世界的代志引诱毋好。明仔载走去算，今仔日来做咧。你爱徛久人诶，你爱徛久就你会啦。无简单诶吼，是。好，咱今仔日讲到遮，多谢。所以就是讲，其实是无简单诶代志哦。咱会当徛遐尼久吼，每一个礼拜，逐个拢坚持伫遮。相信观众朋友嘛有恁坚持诶代志对无吼？你嘛会当写来甲阮分享，有啥物代志你坚持到最后来，你有啥物做好做欢喜诶代志，甲阮来分享吼。咱等下先莫走哦，因为吼后礼拜已经是新诶一档啊对无吼？所以咱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节目，就是我去布拉格吼看一个天文钟吼，迄个时钟诚特别咯，伊有12个使徒吼，会为迄个时钟的顶悬出来吼，甲逐个拜年。但是吼，咱足侪人吼，世界的人拢会去遐看戏对无？但是我感觉我咧看迄个时钟的时吼，我会感觉迄12个使徒哪咧看咱诶？就咱看戏，伊咧看咱安尼吼。咱咧演戏有速度看。咱想是安尼，其实速度是每一个每点钟拢会出来看吼，看人是创啥，拢看无共诶人安尼对无吼？因为是足趣味诶吼，一个足有名诶布拉格诶天文钟吼，安尼来逐个讲圣诞快乐，圣诞平安对无？来明年。再会先梦走，咱做伙来看即个哦。顶面的前一冬洗一轮，下面一冬洗一轮。12个使徒对前边来献信。咱看着顶悬有12个使徒，咱个等特别算着的，咱等于算。窗仔关咧，时钟就开始弹。下晡1点就弹13个。安尼，要甲大家讲平安，平安，圣诞平安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
大家明年再明会。年再会。拄徛较久的吼，就是你的哦。迄边较徛久人诶，迄边较徛久的你诶啊。对，安尼，多谢老师。